伫云林县政府今年8月份的时有接到通报，讲有社团办的国校校热的成长营有不当管教情形，毋但囡仔互工作人员用不求人拍，而且呢，工作人员佫会罚囡仔食饭的时爱交换姜啊，无就是食菜底食凊饭。警方含社会书记调查了后，确认有18学生互拍，目前已经移送法办。学生囡仔尻川皮规大片，乌青手跋嘛，乌青个种，互家长看到真毋甘。今年8月底，云林团村有社团开办的国小暑假成长营，对学生囡仔有不当体罚事件。虽然查某囡仔的家长知影，毋过毋敢加讲，是朋友看袂落去，才通报云林县社会处。在协会他功课没做完，所以被协会的人处罚，张老师处罚，会给他1碗的辣椒酱吃。然后回来就拉肚子了。后来妈妈才秀她拍的照片2张给我看，说之前也被协会的张老师打成这样子。云林县社会处基部展开调查，这个由社团开办的暑假成长营，有18学生囡仔捌互家己讲是老师的工作人员拍，有的是因为食饭伤慢，互人罚掺番姜上食；有的人是互人逼食村外的饭菜。虽然当事人无提出告诉，不过警方也是依照妨害自由、伤害等罪嫌函送侦办以外，社会处嘛认定加害人员牵涉到不当管教，而且违反儿少权法，罚6万块。各地调查程序完毕了后，公布加害者的姓名。那后来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召开调查会议。那这里的专家学者呢，包含了有律师、医师，还有社工师等等。该团体他也用所谓的轻轻的放下的处理方式，也让我非常没有办法接受了哈。那有刻意的把它导向做不当管教这样方式来草结案的。云林县社会处表示，除了对于这个社团的补助计划保留协定以外，也加教育处增加访债次数，各予受害儿童后续的协助。不过家长也是质疑县政府干来以不当管教来认定，无法度有吓惊阻挡类似事件的作用，对受害儿童的心理伤害，确实无法度弥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